最近呢，街上的人少了很多 ，IG 上各种奇怪的挑战也多了很多。对于我这种本来就很爱待在家的人来说呢，减少出门其实是一项喜讯。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人其实并不喜欢待在家，因为不知道在家里可以干嘛。别担心，今天的影片就整理了4个不仅有趣，也能有效帮助你在家期间提升自我的小活动。到底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吧。1. 主题日记。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整理自己的思绪了呢？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自己想法了呢？前阵子呢，我看了一个外国的影片，主题是在讲说，写作能力其实就等于思考能力。那这个国外讲者说，你如果没有准备好一个融会贯通的论点，就千万别跟一个很会写作的人争论，因为他随时准备用逻辑碾压你。所以，既然你现在也不敢去夜唱，也不能去夜店，又不可以出国，朋友们也都劝你不要群聚，那不如好好待在家里，用这段时间来成为一个可以用逻辑碾压任何想跟我们争辩的对手的人吧。当然呢，我自己听到写日记也会觉得啊，每天都待在家是有什么好写的？所以我们这次要写的呢是主题日记，在这里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主题包哦，比如说我小时候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啊，就算被隔离300天也不会腻的豪宅应该长怎么样呢？过去1年间，我听过最有趣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呢？还有另外这些，大家自己按暂停看一下吧。那这个日记呢，每篇会建议不要低于300字，可以针对主题去写下这份回忆或者是这份想象带给你的感受，假装你在跟一个非常亲近的知心好友说话。通过这样的自我对话，可以帮助你更加了解自己。2. 网课、网游、网 everything。因应疫情的关系呢，有非常多国际间知名的大平台都推出了线上免费的服务，比如说纽约博物馆的虚拟导览啦，百老汇官网也推出了限时免费观看完整版录影的服务，还有很多网课平台呢也已经开始提供免费的课程了。我呢，作为一个非常贴心的闺蜜，也已经替大家整理了一些有趣的网站，放在置顶留言，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哦。另外，某个知名成人网站也推出了限时免费增容会员，这个网站的网址反正大家都知道，我就不放喽。3. 电影马拉松。我知道，荧幕前呢一定有一些人懒得写作，无心学习，嘘，不准反驳。我知道你们这些大懒虫只想要耍废跟享受，因为我也是。所以一起来耍废看电影吧！以下呢，我准备了几部我超级大推的电影，都是呢属于又好看又有内容的那种精品。第1部要推荐的是《夜行动物》，这是一部悬疑惊悚剧情片，由 Tom Ford 执导，没有错啦，就是那个奢侈品大牌的 Tom Ford 创办人本人。也因为这样呢，这部片的每一帧画面都美得像时尚大片。更难得的是，剧情本身也超级精彩，毫无冷场，演员的演技超一流，对白台词字字珠玑。这一部呢，是我本人最喜欢的电影。每个被我推荐去看的人，看完都说超级赞。第2部要推荐的电影呢是《单身啪啪啪》，它是一部蛮有名的都市喜剧爱情片哦。那我相信可能很多观众已经看过了，为没有看过的观众再简单的详述一下呢。这部电影讲述了4个都会男女的单身寻爱故事，那它的观影体验是很轻松又很享受的那一种。不过呢，最让我觉得惊喜的一点是，这部片在欢乐之余，又夹杂了一些深具启发的人生体悟，真的非常适合向往单身、正在思考单身意义的年轻观众来看。那我自己呢，当时也是在洛杉矶电影院看完之后，直接爱上，往后的日子里大概重看了有20几遍、30遍吧。第3部要推荐的电影呢是《无理之战》，这是一部讲述了英国脱欧选战的政治纪实片。那光听这个叙述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听起来有够无聊，但是它是由奇异博士班奈迪克康伯拜区主演的。没错，演技一流的 BC 呢，基本上就是好片保证。这部片很大程度还原了英国脱欧公投选战期间，脱欧派的选举团队使用了资讯战，投放精准助选广告给用户的过程。
那我相信台湾人民呢，对于资讯战现在一定都超有感。总之呢，这部片演技跟剧情都一流，而且还可以帮助大家无痛搞懂一些脱欧的时事议题，非常的大推。那第4部要推荐的电影叫做《你只欠我一个道歉》，你只欠我一个道歉。这是一部获奖无数的黎巴嫩电影，那它用非常巧妙、非常精致的方式，去用2位市井小民主角的冲突来做破题，然后延伸到黎巴嫩与巴勒斯坦2国之间长期的种族纠纷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剧情呢非常的简单易懂，即便呢是不懂中东情势的观众，也可以透过这出精彩的电影，去深入浅出的了解2国立场，并且真正对主角同情共感，体会到种族纠纷所谓人民带来的身不由己。那第5部要推荐的电影呢是《美人心机》，已经看腻《缓缓》跟《璎珞》了吗？这部众星云集的英国宫斗片可以了解一下。2大女主角呢分别是黑天鹅娜塔莉波曼以及黑寡妇史嘉蕾乔韩森。那配角呢就包括了班奈迪克康伯拜区以及《爱的万物论》艾迪瑞德曼。这部片呢讲述了英国国王亨利8世这个大渣男是如何为了捧情人安保林上位，不惜与罗马教廷决裂，改立新教为国教，就只为了废掉原配王后凯瑟琳的故事。那当然啦，就如同所有的宫斗片，这部电影也有对史实人物进行了一点点的艺术改动。所以想知道真实情况的观众，可以在看完电影，对人物稍微有了记忆点跟了解之后，再去查资料，补完历史真相。好啦，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回到疫情期间在家也能做的4个有趣小活动中的最后一个，也就是冥想。OK， 很多人开始要准备关掉影片了，但是在关掉影片之前，请先听一下这个事实。冥想类的影片这2年间在 YouTube 上观看数快速窜升。是的，忙碌了大半辈子的现代人，大家终于开始正视到压力疏解、身心健康以及平静喜乐的重要性。那其实呢，我自己本人说我想尝试来冥想看看，已经说了大概大半年了，但是我一直不太知道到底具体该怎么操作。直到最近，我在 Spotify 上发现了一个印度腔老阿公讲解脉轮与查克拉的音频。对啦，什么查克拉听起来好像有点中二，但其实呢，有人带着你去专注呼吸，摒除杂念，冥想的效果真的会显著很多。你真的可以感受到自己越来越放松，思想呢也越来越深沉，然后就睡着了。我真的每一次冥想完都睡着，但是这是不太符合冥想的主旨的。所以后来呢，我就去查了一下资料，然后发现冥想很容易想到睡着，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太习惯放松等于睡觉这个模式。所以说，一旦进入了放松状态，大脑就会跟其他部位说：“嗨，该睡了。”如果说有观众冥想的时候跟我一样也遇到这个问题，想要解决的话，可以适当的在冥想时间睁开眼睛，保持清醒就可以咯。好啦，那以上就是防疫期间可以在家做的有趣小事。